大基本千万二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话讲，唔惊官，只惊管。意思是讲，互人管条条，限制自由，比大官好搁较恐怖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管，读过万管第二条。读管是读文音，管有控制烦恼的意思。像讲这件代志是伊咧控制，伊咧烦恼，咱就讲是伊咧管。另外嘛有干涉有插的意思，像讲卖管我。另外，佫有空的乐器，咱卖讲是管，像讲管乐。这个鼻音读做管，代表讲咱身躯内底各种的通道，像讲血管、气管。另外，管嘛是算底米杯仔数量单位，像讲今仔日煮2缸米。另外，佫有代替用字是读做讲，意思是一支长长，中是空的物件。咱就一句话讲，讲一支长长，像讲有水讲、烟筒讲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鸡毛管啊，有人读做鸡毛管，有人讲是鹅毛管。这是一款用胶做的，用来底药的物件，小可亲像鸡卵形，互人较好吞嘛，较袂遮尔苦。第二个词读做公仔粿，就是红豆饼、车轮饼、车轮粿，另外一款的讲法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科技愈来愈进步，咖啡拢会当入入咧鸡毛管啊。无得确诚紧，就人发明贩卖机有卖公仔粿，付钱就会当食到烧乎乎的红豆饼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管，这是文音；鼻音读做讲，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讲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